耶和華，困苦人嘅心願你已經聽見，你必堅固佢哋嘅心，亦必留心聽佢哋嘅呼求，好為孤兒同受欺壓嘅人伸冤，使地上嘅人不再施行恐嚇。詩篇10篇17至到18節，關於神會施行審判、執行公義，我哋可能會講：好啊，我哋要嘅神正係一位治理人類社會各層面嘅神，我哋要一位為我哋帶嚟公義嘅神。然而，當神為孤兒同受壓制者顯明公義嘅時候，你認為神會聽邊個嘅呼求呢？或者唔係你同我嘅呼求？我哋可能係屬於全球最富有嘅5%嘅群體，或者係住喺相當安全同舒適嘅環境中，依靠政府嘅保護，享受產權同經濟法治嘅保護。我哋一心追求過更好嘅生活，但係可能無意之間為嗰啲真正受壓制者帶嚟悲慘嘅生命。我哋品嘗嘅咖啡當中有幾多人嘅勞動被剝削？我哋中意入口貨，追求穩定嘅生活同大宅，卻唔知道有幾多人被逼加入廉價嘅勞動生產，以滿足物質消費社會嘅享受。我哋唔係好滿意嘅一餐，可能就係上億赤貧者所羨慕嘅美味。我哋並唔曉得有幾多兒童絕望咁被推入火坑，為奴為妓，或者係隨便被遺棄，或者死於飢餓。然而，上主啊，你聆聽佢哋嘅呼求，必留心聽佢哋嘅呼求。拯救我們的神啊，求你因你名的榮耀幫助我們。詩篇79篇9節。每一個人一生中或者都會發出咁樣嘅禱告：神啊，幫助我哋。無論人生境遇如何，總係有啲時候我哋會求神幫助。點解會咁做呢？唯一合理嘅答案係我哋相信神願意幫助我哋，否則我哋就冇咁嘅必要去求佢呢。我哋相信神非常樂意幫助人，相信幫助人係佢本性嘅一部分。當我哋陷入困境嘅時候，或者冇諗咁多，但係深入咁了解神呢個屬性，對信徒嚟講係非常重要嘅。因此，等我哋查考一下幫助我哋嘅希伯來字啊。幫助我哋嘅意思係圍住，詞根衍生嘅相關意思包括軍事協助、社會同道德支持、拯救、救助、圍住、保護同一般嘅幫助。意義最深嘅係神永遠係被公認嘅真幫助來源。幫助經常用嚟描述神嘅性格，佢係最佳嘅幫助者。